大家好啊！今日條片呢就會講下姜濤去巴黎時裝周，去咗 Kenzo 嘅 fashion show，同埋一個關於法國嘅報導，就係講呢 Kenzo 同埋姜濤嘅關係嘅。咁開始之前呢，都想講下，因為呢上一條片呢，就我都見到有啲觀眾講到想詳細知道關於嗰個日本報導嘅一啲內容啊。咁想我去講一集，咁我想講下㗎，因為咧其實咧嗰個日本嗰個報導就唔算好長嘅篇幅嘅，咁中間咧我都即係有提到少少嘅內容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大家就可以去翻嗰個日本嗰個報導度睇翻，因為我都想咧即係大概講咗少少嘅內容，講咗少少嘅重點，咁都想大家去睇翻嗰個報導。咁令到個報導咧就可以多啲 feel， 或者即係其實唔止個報導嘅，即係可能有啲乜嘢嘅 post 啊，有啲乜嘢關於姜濤嘅報導啊，大家咧都可以咧多多去留意一下，同埋即係大家多多去睇一下，因為其實咧每一個報導咧佢背後都可能有啲數據咧可以睇到，即係有幾多 feel 㗎。咁當多啲 feel 嘅話咧，其實就會多啲機會咧嗰個報導會即係去報導姜濤啦，或者去畀姜濤多啲出鏡嘅機會咯。所以有咩姜濤嘅 post 啊、報導啊，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啦，like share 啊，畀一啲朋友，大家都即係睇多啲，令到佢增加多啲 engagement 嘅。好啦，咁首先我就會由講關於嗰個法國嘅報導姜濤同埋 Kenzo 嘅一啲關係開始。咁主要咧，其實嗰篇報導都係講出姜濤同埋 Kenzo 嘅一啲特質啦，令佢哋點樣 link up 到咁樣嘅。首先呢，就要多謝一啲歐洲嘅堂啦，因為咧佢就幫我哋翻譯咗5篇文，咁我都係即係照佢嗰個翻譯咧就去閱讀咁樣啦，咁就講咗可能有一啲我覺得比較深刻嘅重點出嚟啦，咁樣。咁另外咧，亦都好多謝，因為我知道咧呢一篇文章咧應該係有唔少姜糖都有幫手去即係俾稿俾嗰個作者去寫呢一篇文章，令到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即係可能一個法國嘅雜誌度見到姜濤嘅一啲報導。好，咁我就講下有一邊啲 point 咧，我就係比較深刻嘅。咁咧，其中一個 point 咧就講到姜濤咧就係同一啲華人傳統咧係背道而馳嘅。咁其實咧呢樣嘢咧就令我諗起，我有一次咧同個朋友喺度傾偈啦，咁就其實華人咧嘅傳統入邊咧，就成日都會話覺得哇呢個小朋友好乖啊咁樣嘅，即係咁嘅形容詞去形容一個小朋友就係好好嘅感覺。但係咧，其實喺外國嘅眼中咧，係冇一個關於乖嘅英文詞語，我哋只會形容 smart 啊、careful 啊，或者係 lovable 啊，但係咧就冇一個即係解釋做乖㗎。咁所以即係姜濤咧，其實咧嘅性格咧就同一啲華人咧嘅傳統觀念咧，其實唔係好太一樣，但係又唔係話佢即係有啲做咩壞事啊乜嘢，即係又唔係一啲係錯嘅嘢，只係佢唔係即係華人嗰種觀念中嘅一個偶像明星咁樣咯。其實咧，亦都咧令我聯想到起master class 啦。其實 master class 咧就係有一種打破傳統嘅感覺，同埋要活出真正嘅自己。我覺得呢種咧就係可能人哋眼中覺得姜濤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存在，即係佢雖然係一個華人啦，但係咧佢又唔係一個好典型嘅華人喎。而且佢有一點咧，就係佢係好誠懇嘅人，亦都唔會太過於修飾自己。咁其實都係喺訪問中咧，好睇到呢一點。其實呢樣嘢都係佢其中一樣好吸引我嘅地方，因為咧我以前咧其實都有講過我好中意佢嘅訪問片啦。其實我亦都係好
會留意其他歌手啊嘅訪問，有好多歌手咧就可能就會比較係會修飾自己，因為始終你係一個公眾人物，都會想展露一個比較好嘅一面畀其他人睇。但係啲姜濤有個特質就係佢好似唔好介意人哋即係點樣睇佢，佢就係好想呈現一個即係自己係點嘅樣就係點嘅樣畀人睇。但係咧呢樣嘢咧就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呢樣嘢都會有人有質疑，尤其是佢唔係一個好典型嘅華人嘅一啲思想嘅話咧，始終我哋即係可能一啲仲係一啲華人嘅文化嘅人咧，就會覺得啊，點解佢會咁樣㗎？即係唔係即係會仲自己嗰套灌咗落去度咯。咁所以呢個就有好有唔好嘅，但我都同意，即係做人咧就最好係即係用真實嘅一面去展露人畀人睇，因為始終咧演員啊或者歌手明星嘅生涯其實都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冇可能咧即係喺咁長嘅時間入邊都好似一直扮演住一個另外一個唔係自己嘅一個角色，亦都可能長時間都唔會令自己係好舒服咁樣。但係必須要克服嘅就係你要唔好太在意別人嘅眼光。另外，文中第二點有提到咧，其實 KENZO 咧就係結合咗巴黎啦同埋東京嘅一啲文化元素去做一個品牌嘅，其實都有啲似姜濤㗎。姜濤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佢嘅 solo con 或者一啲表演，其實咧姜濤好多嘅表演咧都係將中西嘅文化融合啦，亦都會唱新舊嘅歌㗎。其實就好似將所有嘅文化 blend 埋一齊咁樣嘅。咁例如啦，就好似佢嘅演唱會中會出現到馬頭琴啦，亦會出現過古箏啦，呢啲比較華人嘅元素啦，亦都有時佢啲衫啊，或者係一啲新嘅 arrangement 咧，都會有一啲中國風嘅特色喺度噶。但係咧，大家留意咧，佢啲歌咧係偏向西方少少，即係好似鏡中鏡係一啲 trap music 啦，或者即係好似 master class 啦，即係 Jeff T 咧幫佢作曲啊或者編曲咧，都係比較咧西方文化少少。亦都好似最近嘅白果啦，都係有啲波里活嘅感覺，即係好似印度風嘅感覺，即係好似每次咧睇佢嘅演出，就係將一啲中西嘅文化去交匯咁樣啦。亦都有新舊歌，就好似佢亦都會唱一啲佢嘅新歌啦，或者係唱一啲比較舊嘅，可能鄧麗君嘅歌啦，亦都有哥哥張國榮嘅歌咁樣噶。就好似文中提到，其實咧姜濤咧就係more than一個品牌大使嘅身份，佢就好似一個文化嘅外交官咁樣，所以都希望咧可以透過姜濤嘅歌啦，或者啲作品啦，都可以咧睇到唔同嘅文化交流。因為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比較聽一係可能華人嘅歌啊，或者係西方嘅歌啊，有啲人都會聽嘅。咁如果真係將來可能，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港咧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有好多文化交匯，咁我都好希望咧姜濤都可以利用呢一樣嘅元素啦，放落去嘅作品入邊，令到啲將來嘅一啲作品啊，或者香港嘅廣東歌可以升華到。所以文中都有提到，一個就好似係擁抱自己嘅文化，同時又會拒絕文化束縛嘅一個個體。聽落去咧就好似咧好矛盾，但係其實咧就係希望大家即係唔同嘅文化都可以咧交融到，亦都唔會排斥人哋嘅文化，亦都希望有返自己嘅個性。而第三個點呢，就係文中有提到姜濤嘅故事係充滿咗矛盾，就好似咧 KENZO 所堅持嘅美學哲學，就係真正嘅
優雅從來唔係來自完美，而係源自懂得如何在差異與衝突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平衡。咁其實咧，姜濤都有提到啦，佢好多事情咧都希望咧嘗試咗先，跟住如果嘗試即係可能再從中揾到有啲乜嘢要改進嘅地方，下次嘢咧再做得更好。其實咧，我都有一篇嘅訪問咧都係關於姜濤嘅。我都好想再推介俾大家嘅，因為咧嗰篇訪問咧都係講到姜濤覺得佢嘅演藝生涯咧係講係點樣平衡自己啦，令自己更加穩定，亦都咧可以理解到更多姜濤嘅內心世界。就講返文中呢一個引用先啦。其實咧，我哋咧生活中咧有好多事情咧係會令到我哋好開心或者好唔開心，但係咧點解會覺得好開心或者好唔開心咧？就係因為你經歷咗開心先知道咩叫唔開心，或者唔開心先至知道咩叫開心。但係如果想平衡自己嘅心態，令到大家都即係可能穩定啲，情緒冇咁波動咧，最合適嘅咧就係嘗試揾一個平衡點。而呢樣嘢咧其實係好難做到。我而家嘅生活中啦，都成日都嘗試揾一個平衡點，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咧可能得失心咧就唔會咁重，亦都令到自己嘅情緒咧就比較穩定。睇完呢篇文之後咧，其實真係咧雖然我哋都真係好熟悉姜濤，但係都令到我更熟悉 Kenzo 啦。因為呢篇文即係又都講到 Kenzo 嘅一啲特色啦，其實真係同姜濤嘅一啲理念咧係好 match 到嘅。咁都希望大家咧，因為咧 Kenzo 今次咧真係好大力咁樣支持姜濤，所以咧大家都大力咁樣咧支持 Kenzo 啦，咁令到姜濤咧就都可以有更多嘅機會可以同 Kenzo 去合作啦。其實大家有冇留意到之前咧 Kenzo 咧都會咧即係比較係寫姜濤係一個 guest 嘅身份去出席一個 fashion show，但係今次咧係寫佢係 friend of the house 啊。Friend of the house 即係咧品牌之友，咁其實品牌之友咧就係僅次於代言人嘅身份啦。咁多數咧呢個品牌之友嘅責任咧就比較少嘅，但係咧都會有好多廣告啊或者拍攝嘅機會咧會俾姜濤嘅。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觀望嘅過程啦，睇下品牌之友咧係嘅成績好唔好啦？如果成績好，係有機會咧轉做一個代言人嘅身份㗎。咁所以咧Kenzo 咧今次咧都真係好即係對姜濤好好啦。咁都係介紹佢一個品牌之友嘅身份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大力支持 Kenzo 啦。咁雖然即係香港咧係真係會比較少咧喺一個國際品牌做到一個代言人嘅身份，因為始終香港嘅 artist 嘅知名度唔算特別高嘅，咁即係好多數可能都係揾一啲韓國啊或者一啲比較國際性嘅 artist 去做代言人。但係都知道大家都係將一切冇可能變成有可能啦，咁所以咧都冇嘢冇可能嘅，咁都希望大家大力支持 Kenzo。好，咁正式講下今次姜濤去 Kenzo Fashion Show 嘅旅程啦。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驚險嘅旅程，即係都知道佢出發去巴黎之前嗰一兩日就發生咗一啲事情啦，咁令到佢即係都可能我唔知係心情上會唔會有啲咩影響，但係佢都好堅持自己即係都希望即係可以自己交代返成件事情，同埋如常工作。咁其實呢一個做法嘅即係成件事嘅影響呢係減到最低嘅。咁但係都要心理嘅質素要好好啦，抗得住嗰個壓力啦，亦都抵得住一開始出嚟嗰個輿論啦。因為如果即係可能事情拖得越長呢，就都會影響。都會可能越大嘅。咁一開始咧去到巴黎啦，都好多謝一班嘅歐洲嘅姜糖咧去接姜濤嘅機啊！
我都覺得咧，今次咧好似接機嘅人數好似比以往嘅都多，我都好想去即係巴黎一次，都想參與即係最近 fashion show 嘅一個過程啦，都希望可能下年啦，睇下年頭會唔會有機會姜濤再去，咁我都盡量即係有工作許可嘅話，都好想抽時間去。咁講翻成個 fashion show 啦，咁今次咧 Kenzo 嘅 fashion show 咧就係喺一個百年嘅餐廳度舉行啦，其實都好特別㗎，因為咧你都有留意開姜濤之前去 Kenzo 嘅 fashion show 咧，其實3個地點都好唔同㗎。第一個咧就係比較 outdoor 嘅地方嘅，第一次就係即係可能一啲姜糖都會喺一個外圍度可以影到成個 fashion show 嘅表演嘅。第二次咧就係比較傳統少少嘅一個場地，即係喺一個室內度去做一個 fashion show 啦。而今次咧就係喺一個百年嘅餐廳度做一個 fashion show。其實咧都顯現出咧 Kenzo 咧都係一個好多變嘅文化，或者即係嘗試去接納唔同嘅文化，亦都希望有堅持自己嘅一啲嘅文化嘅特色。而姜濤咧，其實3次嘅衣着咧，其實都係好多變，亦都第一次嘅衣着就係比較 fancy 少少，即係夢幻少少嘅，就比較係 for show 嘅時候着嘅。而第二次咧就係比較 classy 少少，即係都係比較傳統嘅感覺，但係亦都帶有一啲即係有啲細嗰啲花紋啦，亦都有佢嘅特色所在。而今次咧，其實我覺得就比較 casual 少少、carefree 少少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 Kenzo 咧喺嗰啲衫上邊，即係今次嘅一個寫法咧，都有少少唔同，係比較潦草少少。而之前咧嗰啲咧就係、我都有留意有啲 T-shirt 啊，都係以前比較正街少少，今次就係潦草少少，即係有種 carefree 比較自由少少嘅感覺啦。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今次姜濤咧喺 fashion show 度咧，都係坐喺好似大家所講嘅住家席嘅位置啊。佢隔離咧就係咧藤原浩先生。你大家唔知唔知邊個係藤原浩先生咧？其實佢係日本嘅一個潮流教父啦。佢亦都有原宿之父之稱。咁佢係一個時裝設計師，亦都係一個 rapper， 亦都係個 DJ。咁佢同 Kenzo 嘅創意總監啊 Lego 咧，就係都係一個朋友啦，亦都係好似佢師傅嘅一個關係。所以今次咧，姜濤有幸咧坐喺藤原浩先生隔離，亦都同到佢傾偈咧，我都覺得係好榮幸嘅一件事，亦都好感到驕傲。咁我都好想知道佢哋傾偈嘅內容係啲乜嘢，都希望佢唔知有冇機會可以透露。咁睇完 fashion show 之後咧，姜濤都有出嚟同姜糖們咧 say 個 hello 啦。咁雖然咧今次嘅場地咧就可能 fans 嘅區域咧就會離 fashion show 主要嗰個航道咧就係比較遠少少，我都見到隔咗啲位置，所以咧就比較難即係做到簽名啊或者收禮物啊呢啲動作嘅。咁但係都見到姜濤都有特登行過去同大家 say 個 hello 啊，即係有飛吻啊嗰啲咁樣嘅。我見到咧之後姜濤走嘅時候都要示意啲姜糖咧就話啊我走啦，即係做啲手型咁樣。咁樣咧每次咧同姜濤嘅溝通咧都真係有一種在心中嘅感覺，即係可能大家只有一個手勢一個表情，大家大概都會估到大家嘅意思啊或者當下嘅心情。咁之後第二日咧姜濤就去咗Kenzo 喺巴黎嘅其中一間旗艦店度去試衫啦，亦都去做一啲宣傳嘅工作啦。咁佢中間就試咗唔同嘅衫啦。咁我都有睇一
一啲姜糖嘅直播，好搞笑。我見到咧啲姜糖嘅直播咧，中途咧有好多法國人都有睇啦，就可能好奇，哇，點解咁多人包圍住 Kenzo 嗰個店鋪咧？咁中間咧亦都啲姜糖都有介紹俾一啲法國人去認識姜濤。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姜濤咧喺Kenzo 嗰個店入邊咧嘅一條片，係咧講英文嘅。咁 Kenzo 咧都有 post 翻出嚟嘅，係真係好 energetic 啊，即係好有活力咁樣，跟住都幾搞笑。咁以我所知咧，姜濤都係今次第一次去 Kenzo 喺巴黎嘅旗艦店。好似上兩次我印象中佢都淨係睇個 fashion show，跟住事後又影啲相，咁就返香港嘅。咁但係今次就係第一次去旗艦店度，真係去試着去其他衫啦，亦都係介紹去其他衫，亦都好開心，即係可以喺 Kenzo 嘅flat 啊或者 IG 上邊咧聽到咧姜濤介紹。跟住之後，姜濤就第二日咧就好似即係返咗香港啦，因為佢都之後有一個麥當勞嘅演出啦，咁所以可能佢就唔可以再喺歐洲度逗留太耐啦，唔知好似上次咁就可以去旅行啦，咁所以就好快返咗香港。都好多謝 Kenzo 今次真係好大力咁樣支持姜濤啦。亦都睇得出 Kenzo 真係好重視姜濤，咁都希望佢下次有機會去巴黎，我亦都可以跟佢啦。咁如果真係可以去到唔同嘅 event 啊，或者係咯一啲活動，咁我都會嘗試影低俾大家睇嘅。其實咧，今次咧姜濤喺巴黎嘅期間，我都見到佢有短短咧自己一啲私人嘅空間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其實我都好想借一借呢個時間咧，即係同大家講下。咁呢個可能有啲人唔同意嘅，咁但係都係即係我都係當我嘅立場啦，亦都唔代表任何人嘅。即係都好希望咧，姜濤即係一啲私人嘅時間啦，都知道大家即係都好錫佢啦，都好想 follow 佢，亦都好關心佢嘅最新情況。咁但係都希望如果私人時間都盡量唔好 post 佢嘅私人時間嘅活動出嚟啦，因為即係有時公開嘅活動啊，對於一個可能比較內向嘅人嚟講係即係都投放咗好多能量喺佢度嘅。咁希望佢私人時間都會多啲自己可能放空啊，或者係諗嘢嘅時間啦。咁都希望大家畀啲空間佢啦，就即係唔好打擾佢嘅生活咁樣。今日講關於姜濤去 Kenzo 嘅一啲活動發生嘅事情啊，就係咁多啦。咁如果你哋有咩再想聽嘅話咧，都可以 comment 畀我知。咁我可能下一集都睇下會講下之後會發生嘅麥當勞嗰個音樂會啦。咁我都希望自己仲有機會可以抽到飛啦。咁亦都可能再講下一個我覺得我更加了解到姜濤嘅一個訪問畀大家去認識。今集時間就去到呢度，咁下集再見，拜拜。